首次使用或長時間停用後的再次使用，加入清潔劑，用奶瓶刷清潔壺內壺底和底座，請勿浸入水中清洗。請先將水煮沸，再將第一壺水排空。清洗沖水管，使用一段時間後，請及時取下排水箱，瀝水淋。倒出廢水後，請進行清洗。將產品放於穩定、水平且平整的表面上，確保有足夠的空間，以防止產品使用期間散發出高溫蒸汽對櫥櫃或其他物體造成傷害。接通電源，面板屏幕亮起滴聲後，面板熄滅。點擊開機鍵，首次開機默認為溫調攝氏45度，可記憶上一次所選功能。開機狀態下，點擊 Temperature 鍵，55度、70度、90度、45度依次循環。此時可單係 Increase/Decrease 鍵，可一度一調。長按快速調節，調節範圍為35到95度。無操作後進入保溫狀態。開機狀態下，點擊 Capacity 鍵，首次默認120毫升，再次點擊快速調節，60毫升、120毫升、180毫升、240毫升依次循環。點擊 Increase/Decrease 可以10毫升為單位微調水量。長按 Increase/Decrease 鍵，可快速調節，水量調節範圍為30至330毫升。點擊 Try Lock 鍵，短按出水鍵定量出水，長按出水鍵持續出水。出水過程中按任意鍵停止出水。出水完畢，無其他操作，10秒後停鎖功能自動打開。點擊波鍵，使用自來水必須先煮沸，機器自帶約2分鐘除氯功能，沸騰後機器才能進入恒溫狀態。水剛煮沸請勿開蓋，防止高溫蒸汽燙傷。當前溫度為水壺內實時溫度，設定溫度為預設溫度。煮沸後通過自然降溫，直到當前溫度與設定溫度一致，進入恒溫狀態。點擊 Night Light 鍵可開啟關閉夜燈。提壺，出水過程中夜燈常亮。本機具有缺水提示功能，當乾燒時，缺水指示燈常亮，表示缺水。因自來水的水質不同，使用一段時間後，壺底表面產生水垢屬正常現象，可使用小白紅水垢清洗劑或醋酸浸泡，讓水垢剝離後用奶瓶刷洗。為減少水垢的產生，推薦使用純淨水。主機和壺體底座只能用乾淨抹布擦拭。